10月27號，加拿大星島焦點新聞，美國國土安全部宣布新政策，要求包括加拿大公民在內嘅所有非美國公民出入境美國都要影相。規例預計喺12月26號生效。美國話新規係為咗應對全球恐怖主義威脅，強化國家安全，並且防止旅客逾期居留。影咗個相最長可以保存75年。除咗面部識別之外啦，國土安全部仲可能要求採集其他生物信息，包括係指紋啦，甚至係 DNA 樣本。值得注意嘅係，新規定將會適用喺所有嘅非美國公民，唔會再對14歲以下嘅小朋友或者79歲以上嘅老人家俾豁免啦。而加拿大嘅旅客出入境都喺規管之內，當中包括埋揸車嘅跨境者。想知更多，下載加拿大星島應用程式，掌握更多新聞資訊。